暖暖十门课，咱来故事看万庄脚囡仔用心话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十门课节目。毋知是甚么原因，老一辈总是有一寡禁止囡仔人做的代志，亲像袂当甲狗当做马仔骑，若无娶某迄天会落雨，也是碗内面的饭粒仔袂当剩，无会娶着猫仔某。抑佫有一项神秘的禁忌，就是袂当伸手捏田的，若无会安怎？你敢知？天空的颜色不一样了，风的气味不一样了。田莺掠过原野，它们染着夏天最后的夕照，要飞往秋天里去。奶奶，究竟是时光旅行到了我们这里，还是我们旅行到了时光那里？田顶的色水无同啊，风的气味也变啊。田莺飞过平原，倒着大人上尾的红旗，要飞对秋天去。阿嬷，到底是时间行来到咱遮，也是咱旅行到时间遐去？迄阵常常出现伫门口埕的田莺，不是伫我的记忆内面的飞，蓝的、红的、黄的，各种无同的色地，一只一只轻轻啊飞入来我的梦中。迄时阵，我住伫阿嬷兜，三合院的门口埕是我平常佚佗、走来走去的所在。下晡时，条条田莺伫门口埕飞过过。阿嬷，你看，迄田莺飞甲足低。哦，田莺若飞低吼，就表示雨要来啊。田莺是个足水的。彩云啊，迄田莺吼用看的就好，毋通挖起甲念，啊无吼会臭头哦。田莺飞过过，是毋是真正有落雨？我已经袂记得啦。毋过阿嬷讲田莺袂当掠，也无会臭头，互我想到大我2岁表兄后裤带的吊哥，本正伸手想要掠一只来观察看卖，随个揪转来。阿嬷，表兄的臭头，敢真是掠田莺的关系？你若毋信吼，会使去问恁表兄啊。无，你煞袂去掠一只来试看卖咧，看有影会臭头袂？我才袂咧。我从来毋捌问过表兄，佮较毋敢真正去掠一只来试看卖，所以嘛无法度证实阿嬷讲的到底是真的也是假的。田莺哭哭飞，到底要飞去佗？遮停一个，遐停一个，害我摇来摇去，摇来摇去，戆戆西。无共湿地的田莺，家家伫我的头壳顶飞，
田的夜夜飞，你敢是真爱花？我伫门口埕对田的走来走去，这定定互我三无，到底是我咧叫田的，也是田的咧叫我？一日真一个，彼日真一个，一点仔拢袂惊歹势。有一天，隔壁人家来一个甲我年岁差不多平大、对市内来的查甫囡仔。这个查甫囡仔叫做阿和，才来半步尔尔，伊就走去厝对面迄窟猪仔耍。迄个所在，阮阿嬷不时交代我袂使去。袂使去水池仔边遐耍，知影无？是安怎袂使？迄个所在水足深的，真危险。迄囡仔人若跋落去吼，是爬袂起来的呢。对我来讲，迄是一个使人好奇的禁区。只不过我一向都毋敢冒险。阿嬷讲袂使，我就干那徛伫远远的所在看。我一面伫门口埕约餐呢，一面用欣赏的眼神远远看阿和伫猪仔边耍。不过过一时啊，阿和的身影煞伫我的视线当中消失去。奇怪，人咧？我伫门口埕阁走2年了后，要是忍袂牢心内的疑问，走去对面的猪仔边探看。我来到猪仔边一看，惊一个拢硬去。我看到阿和规个身躯伫猪仔内底木木熟，敢若一粒头伫水面，2只手一直咧水面顶压。我永远会记得发现阿和爬落去猪仔内底迄个惊吓的时刻。敢若恁查某孙咧叫恁呢？啊，当是安怎？阿嬷，啊是啥物代志？啊，哪会走到遐青光？有人爬落去水池仔底啊！哈，爬落去水池仔底哦。是啥人？在气位起来，来的迄个查甫囡仔。哎哟，迄福晋嘛因孙呐，紧来紧来紧来，紧来去看卖咧啦！阿雄，较紧的啦！安怎哟？有囡仔爬落去水池仔底，紧去救人！好。过一大久啊，大人囡仔的声，查甫查某的声，袂输全世界所有的人拢起来到猪仔边共款。阿和，迄是啥个囡仔？福晋嘛因孙啦，早起才倒来庄骹佚佗的。哎哟，猪仔水遮尔深，你若毋都毋通互我来。阿和，天公伯啊，观世音菩萨，拜托咧，拜托叫阮孙啊！阿嬷，无代志啊，无代志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好佳哉，恁查某孙买册，知影要紧来走倒来叫大人，无哦，这声就害啊！真正是好佳哉哦！阿和救回来啊！所有的人拢动动透一口气。暗时食饭的时，阿嬷讲：“啊，迄个戆囡仔啦，啊，讲是要走去水池仔边念田的，啊，毋好加再救回来。若无哦，啊，一条命，啊，配一只田的，啊，敢有价值？”
我想起我拄来阿嬷兜迄天，阿嬷再三交代，就是这件代志。阿豪敢是无听因阿嬷的话，走去遐耍？啊知哦，啊毋知是因阿嬷袂记即甲交代，啊也是囡仔人无听话。伫足久以前，有一间三合院。广播剧也未演线，今仔日的绘本故事讲到念田婴。观众好朋友敢知影为什么田婴是用念的，毋是用掠的咧？这部线落去，咱邀请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凤吉老师为咱来解说。春天的清明期，气候渐渐转烧热，这个田婴呢，伊就开始生炭哦。到热天，天气上较炎热的时阵，都是田婴出上济的时，大量的田婴出来活动，出来飞。到秋后天气转凉，田婴就渐渐较无看啊。到冬天气温寒冷的时阵，田婴就容要完全消失，会当看到的，敢若南山一半只安尼尔。咱台湾的田婴上济是乌肤色的，另外较接看到的有红田婴啦、黄田婴啦，甲青色的水田婴。田婴上高飞，飞甲足悬的，会用飞甲天顶悬。毋过平常时，伊拢是休假假咧讨食。囡仔人上爱念田婴，念骹念手，去甲田婴掠来佚佗。佚佗完呢，就甲等互鸡仔食。田婴咬青囝，佫咬飞，有时都用长长的竹仔机运牛车油，黏黏的牛车油，远远就甲伊黏起来。所以讲念田婴。迄暝，我望到阿和又搁走去池仔边念田婴啊！我叫过去要甲伊救回来，煞含伊做伙跋入去池仔内。我叫是我的隐士，好佳哉一个有水水的田婴石鼓的仙女，甲阮救起来。我袂出来好啊啦！为着这件代志，过顿工我对阿和想起一步。是安怎奈无爱插阿和？你毋得爱甲伊耍，伊才袂无伴。伊真正做无听话，又搁走去水边念田婴。啥？阿和当时搁走去遐耍啊？昨暝啊？昨暝？我叫伊转来，伊毋听，害我含伊做伙跋入去水底。好佳哉，一个田的仙女甲阮救起来。阿嬷听我讲煞，目睭大大蕊对我金金上，刷入去就笑出来。哈哈，迄是你咧含面啦，戆囡仔，含面甲现实拢分袂清楚。是我咧含面哦。阿嬷的话，互我知觉到，迄确实只是一个对我惊出梦外的梦，所以我真紧就原谅阿和。迄天下晡，阿和过来喊我耍，摕一袋土巴仔互我。这巴仔阮阿嬷家己种的，要互你呢，就好食哦。迄丛巴仔树就种伫阿和因阿嬷兜门口埕的正手边，我阮阿嬷这边的牛条。有一摆，表兄甲人挽几粒还未黄的巴仔。阿和的阿嬷过来投，迄巴仔还未黄就来挽，也未食尽。
规粒拢干掉，无菜人的米，安尼实在足讨济。这个囡仔吼，阿青啊！阿嬷，什么代志？啊，你是安怎去工头挽拔啦？啊，你是拢无物件通食哟？啊，迄拔啦吼，啊，都要袂黄的啦！啊，你著甲慢慢来欣赏啦！啊，你来这无亲像人啦！我后摆唔敢啦。卖啦，卖甲拍啦，互伊知影安尼唔对，后摆唔通就好啊啦。阿和的阿嬷赶紧替阿青求情，阿嬷颠倒愈拍愈大力。啊，实在有影吼，啊，真见笑啦！啊，这无假死吼，啊，哪会使啦？我唔敢啦。好啊啦，卖甲拍啦。迄摆了后，阿嬷禁止表兄踏过去隔壁门口埕耍，以免又搁惹代志。阿嬷，这块芭乐是阿和因阿嬷要互咱食的。安尼哦，啊，你摕2粒去互恁表兄阿青食。好。迄块芭乐亲像透过阿和传送一种微妙的善意。阿嬷甲阿和因阿嬷2人又搁开始有讲有笑啊。彩云，咱来算办公会啊，好无？好啊，我要演阿母，阿和，你要演啥人？我演阿爸。安尼咱2个爱先结婚哦。阿和无搁去猪仔边，嘛无搁再念田下，逐工过来甲我伫门口埕走小玉，甲算一寡干那囡仔人才会感觉好耍的佚佗面。你敢会晓念杨仔妹妹？我袂晓，你教我念好无？杨仔妹妹要食番麦，番麦冷冷，要食冷饮，搁来咧。冷饮无肉，要食猪肉，猪肉咸咸，要食李咸，李咸搁来咧。李咸酸酸，要食尻川。尻川要安怎食？尻川臭臭，要食大炮，大炮蹦一个，你就爱哭。好，你甲人创治，我无爱插你啊。甲你讲生笑的啦，莫生气啦。迄个热人过了后，我离开阿嬷兜，转去小镇。阿嬷门口埕的田下，慢慢陪入去我的记忆内底，迄个深深的所在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《田下》是由小城林子原作，罗家书编剧，小城林子台语校正，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正，台语版叶怡心。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：彩云、阮彩妍演出，阿和、陈怡如演出，彩云的阿嬷林玉丽演出，阿和的阿嬷林秋霞演出，表兄阿青。李建英演出，厝边一啊张志宏演出，厝边即嘛吴慧仪演出，其他的厝边杨派玲、黄秀金演出。
今仔日的暖暖专门客节目已经来到尾声，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的收听。你若听了有欢喜有感动，欢迎你上咱专门客电台网站，甲咱留言，或者是写一份简单的问卷。只要有写问卷，就会当参加抽奖活动。咱要伫3月31号抽出10位幸运的好朋友，分别赠送马哈故事绘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3合院，或者是韩这张老歌新唱的专辑，请大家把握最后一摆抽奖的机会。咱电台网站地址是 www.fm899.com.tw， 欢迎大家来写文卷、抽绘本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灯吃白影闪闪，无树山孤红的线，金石脚，月娘出遐顶。